杀当起火苗，四渡恩气，一单炮，此非黑把残颠倒，家不非得此。谁会这花鼓山？与战士们相聚，城来心意烦乱，说不能。师父啊，师父，你此去是天。教徒我如何放得心？得心呀！老孙生在水里土，现在路上。八家来了，定是我家师傅为心作意教我，我去安家，我为去安这干什么？随他往刺痛相遇。慢！为什么叫八家前来？其中定有缘故。我是要道理，这干什么？叫八家金同相亲。他为令金同相亲。不假是你不保持当此作甚。哎呀，师兄哎，大事不好噻！快要魔鬼技巧，山上火气天温妙不？将俺四五斤的气，虚惊生死不知晓。师傅到底怎么样？师傅不要挂扎这的。这干什么？好生看好龙虎，二师弟，大师兄，随我向要去走啊！你要去当师徒，你给我快走啊！
太过变化起来，变。大好，当时使奴言在哪里呀？母亲御来看。这个头名丫头，哪个为所还没来的人啊？来大哥，喏，是不是好吃懒做、狮子聪明的猪八戒？是那个子呀呀？这只女儿子到位有谁？这么大，你都给了来，给我老太婆过老酒吃。那个老太婆要干，你谁我懂我懂啊？我来个一接，贴身的了。这只女儿子到位谁有谁？凶大！
妖花，你逃不了啊！这暑假是我西亚的心血，我们的孩子恩义的见证，爱的结晶啊！这是他与西亚的见证，不是我的见证。这是他与西亚的结晶，不是我的名声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名
与西亚的心血，我们的孩子，你的见证，爱的见证我给你见证切切孩子。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俩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远了。我只记得我跟你见的最后一面，还是你30岁生日的那一天。你打电话跟我说，你要回国了。对，你要回国了。谁呀？回来了。啊，你胖了啊？哦，我老了。快进屋呀！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呀！这房子一点都没变，我以为你早就把它给卖了。怎么可能？你爸爸，我早就说过，这房子不管多旧多破，我会永远的保留着，因为这里有我们的回忆。哎，你还记得这个小椅子吗？不你放心。记得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记忆不太清了。是，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刚泡的西湖龙井，你最爱喝的，尝尝。好。明前的。好香啊！好久没有闻到这个味道了。你离开这儿太久了，瑞瑞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爸爸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在这所老房子里跟你接风洗尘。待会儿呀，爸爸下厨房做几个你最喜欢吃的家乡菜。你现在还会烧菜了？哎，现在爸爸的手艺可好了。是吗？你今天电话里说你要回国了。哎，如果你真的回来了，那爸爸就可以退休了，我天天为你下厨房做好吃的。是，这样看来，这次呀，你是真的想让我回来了。以前是爸爸不好，过于霸道，现在你长大了，一切尊重你自己的选择。真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啊。瑞瑞呀，现在你是一名成熟的投资顾问了，爸爸集团里正好有几个项目要上马，你帮爸爸评估一下。我跟你老实说了吧，投资公司的工作我早就辞了。把工作辞了啊？那你回国是？我这次回国前呢，做了一些调查，我评估过了，国内的市场非常好。我这次回来呀，其实是想回国发展的。爸爸就等你这句话呀！你是到爸爸总公司来实习一段时间呢，还是马上接手一个公司呀？嗨，那些都是你打下的江山。爸，我想自己创业。爸，自己创业好，自己创业好。蕊蕊，只要你回国了，不管是干什么工作，爸爸都支持你。都支持我？支持你，支持你。真的？哎，那太好了。坐。是这样的，我在江边看中一块地，大约有7万平米，我想做一个创意产业园。创意产业园。对。那你们是靠什么赚钱呢？靠头脑，靠想法。杭州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，但是他们缺少这么一个平台。我现在呀，就想建立这么一个平台，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。靠头脑，靠想法。蕊蕊，爸爸要给你泼一盆冷水了。在中国，只有实业才能创造价值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喜欢胡思乱想。爸爸劝你呀，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创业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是不太想支持我。哎，我怎么会不支持你呢？但不是你说的这种方式。那这样，我向银行贷款，只要你肯出面给我做一个担保。这么大一块地，
我来担保，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只要干起来就有机会，这不是您从小教我的吗？这话是我说的。作为父亲，我可以支持你冒险，但是作为叶氏集团的掌门人，我必须保持客观冷静。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吧？我要是怕你亏我的钱，我会给你一个公司吗？那是有前提条件的，就是我必须什么都得听你的，对吗？蕊蕊，你听我的又怎么了？从小到大我给你的一切，哎，你看看你身边的同学，有哪一个能跟你比呀？你是又想提醒我，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你给的，对不对？你真是一点都没变。蕊蕊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们不吵架。爸爸，给你先去拿蛋糕。不用了，我想起来还有些事情，我先走了。不管什么事情，能吃完蛋糕以后再走吗？我和朋友约了，还要谈创意公司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创意公司，创意公司，你回来见我难道是为了创意公司的吗？是啊。十几年了，10几年了，你回来看过我一次吗？你有主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吗？你要这么对我，难道是我的过错吗？你没有过错，是你错过了太多。我错过？我6岁以后就不过生日了。你还记得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画画的吗？小学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了，中学的时候我得了全省的美术大赛1等奖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还知道什么？那你还知道我高考那次？我当然知道，你瞒着我去报考了美术学院。我根本没想瞒你，你只是没有时间关心我罢了。蕊蕊，我怎么会不关心你呢？你说唯一的女儿，做父亲的要在女儿成长的道路上起到重要作用。你的作用就是强迫我出国去学习工商管理，现在好顺理成章的回来接你的班嘛。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可是不是我的兴趣所在。你的兴趣所在就整天的写写呀、画画呀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这是我热爱的事情，更何况艺术家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。艺术家是令人尊敬，但企业家同样令人尊敬。更重要的是，艺术家不能改变世界。可我已经收到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，是你亲手撕碎了我的梦想。我听你的话，我出国了，我去学习工商管理，可我现在回来带着我新的梦想来寻求你的帮助，我以为你会支持我，会以我为骄傲，可没想到你只在乎你的事业，你的钱，说白了你只在乎你自己。蕊蕊，我真傻，我居然会回来，求你帮我。我们这是又怎么了？我是你爸爸，我是最爱你的，我恨不得把一切都给你，难道这我也错了吗？我不管你了，你只要回来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做父亲的和女儿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啊？我一直在等你回来，我一直以为
我可以熬得过时间。我一直以为我可以熬得过生命。小子有了功名，也去本领封我。喏，这一讲两讲嘛，又讲到哪里去噻？自家人家懂的，我有3个礼钱嘞。小子是眼力好，阿青啊，侬讲
我一想发也动伤悲，天爱欢喜可为错全情啊，弄上金光好中
起价就3百两，一到侬去用光了，搿明朝来讲6百两，2年来讲就7两。哦哟，搿样子落去啊，我真噶就是有种精神人才，也迟早要不一窝空的。佛家。哎呀，我总不能让其空手回去，人家晓得要讲我做过我的佛经成绩。多多少少嘛还要抽点不行，早点当发一回去。红云山花，快点跑出来！阿亲啊，侬不用千里而来，做过我的夫人时候，还不会让侬空手回去的，哪怕是家家当当嘛。还要抽点不弄的，红云山花，快拿出来！当爹，1000，3米1根。阿亲啊，搿1000当天嘛，不侬用上做好做，搿段水面嘛，侬回回去母子两家头要好烧烧吃吃，顺便向少娘好言几句。
两下里情同心，为不同啊曾经的花一香，香一香，离色似门，情深意长。一阵子一动爱情，杀气一样。会多给爱的满古情旁。一锤子，那发黑胡言乱讲，为不给苍青上是做魔障。昏沉沉一步才开桥亭旁。
雄。
还要有肺炎，儿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
相公在哪边呢？哎呀，夫人，那是云彩，不是小相公啊！啊！咦，小相公在哪边？儿啦，儿啦。朱利奥警官，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。警官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说！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Frank 迪尼奥，我今年45岁，我的职业是……说3天前的事。我之前都说过了。3天前，那天我下班回家。那天你下班回家，看到我的妻子躺在床上。不是床上，是床上。说下去。我看见她的嘴角流着血，死了。嘴角流着血，死了？是的，是被人掐死的。你胡说！我没有胡说。然后我就给警察打了电话，然后您就来了。你混蛋！你为什么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啊？你杀了他，你做了，你就应该承认，不是吗？你是个男人。警官先生，我说的是事实。事实？是的。我来告诉你什么是事实吧。你那天你下班回家，不，你应该是早就回家了。你不说有2个病人吗？后来又走了1个。你回家的时间应该是在5点40分。是的。然后你就打了一个电话，5点41分。我查了你的通话记录。那是我们院长打来的，他希望我第2天参加一个会议。当你打完电话后，大概是2、3分钟以后，你准备上楼，然后你敲门，门没开，于是你就掏出钥匙打开门。你突然发现你的太太躺在地上，像是死了过去。可是你知道的，她有心脏病，那只是晕死过去了。这时你准备向前把她救醒，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让你突然发疯似的掐住了她的脖子。
是吗？那您说是什么原因呢？也许是他赤身裸体的样子，也许是那只还没有来得及扔掉的安全套，也许是他恬静而又满足的神态，也许是他说他表哥要来，而不是情人。对，这样的也许可能很多很多，但这些足以让你失去你的理智与自尊，让你怒不可遏，让你的两只双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，毫不松懈，直到他死去。警官先生，您怎么了？我就是你太太的那个情人。对，我就是那只雄蜂，他就是那只彻底的蜂王。蜂王？我还以为他是喜欢我，现在我才知道，那只是他的需要，那是因为你不行，你不能满足他。也对啊，一只雄蜂是不配知道许多事情的。是吗？好，既然你都已经说了，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陪你玩下去了。来吧，说说吧，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？姓名、年龄、职业，这些我都已经说过了。心理医生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我爱他，他的爱只能属于我。我觉得还是先说说你们吧，至少说说在我回家之前，你们都看了些什么。你真想知道？为什么不呢？好。那天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说他还要。于是我赶过去了。哎，就在你们的家里，我们疯狂的做爱，通常都是这样的。他答应过我，绝对不会在我们的床上。他有时候是挺会撒谎的。他说他喜欢在一张床上拥有2个男人的感觉。但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它会让我觉得刺激，而且他并不在乎。他当然不在乎，可这种担心他还是发生了。那天，就在他的呻吟声里面，我听到了汽车的引擎声、关车门的声音、打电话的声音。那是我们院长。可是我并不想停下来呀，甚至我想让你发现我们。对，就在你的家里，你的床上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喜欢你的太太，我想要她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想让我从后窗翻出去，可是我并不想逃，那是懦夫的行为。我拼命地挣开他，想要冲过去开门，却被他拉住了。我死命地挣扎着，他摔倒在地上。突然，
我看到了他的眼神。那是怎样一个眼神啊？没有哀求，没有疼爱，就那么静静地盯着我，像是满月里的一只狼。这让我感到了一丝恐惧，对，由心里滋生的恐惧让我不寒而栗。我抓紧衣服，急忙逃了出去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赶到了警察局，说你一个女人死在家里。竟然是她！竟然是他！你以为是谁？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你是嫌疑犯，而你却从现场跑掉了。不，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跟我在是不一样。他没有躺在地上，而是躺在床上。他的嘴角流着血，眼球突出，还有那只安全套也不见了。这剩下的一切都是你做的。对，这剩下的一切都是你做的。你做的是吗？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天，我打开门，发现他躺倒在地上，神情很安详。他那丰满的肉体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，可这种美感它不属于我。于是，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，我把他抱进怀里，可我的这双手却在他的脖子上合拢了。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，有一丝鲜血从他的嘴角里渗出。很美。然后我把他抱到了床上，我们俩就这样肩并肩地躺着，像是睡着了，四周非常的静，整个世界都变得纯粹了。这时我发现，我竟然没有一丝的哀伤，甚至连一点恐惧都没有，仿佛这一切都像是应该发生的事情。应该发生的事情。是的。我不是圣人，我当然想知道他的情人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不会问他，他也不会告诉我，他只是说，亲爱的，这只是我的一种需要，就如同卫生巾、化妆品只是女人的一种需要，跟我们男人无关。他妈的，跟我无关。但是呢，我心里痛。每天晚上躺在我身边的女人，她那丰满的肉体却需要别的男人来耕耘，这让我不得不想，因为我爱她，所以我让她做的。哦，她也爱我，所以她把事情都告诉了我。但是呢，嫉妒如荒草般的疯长，痛苦在我每一根血管里滋生。这一切的一切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能让我随时失去理智。一直以来，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我应该干什么，我还能干什么。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，我应该去哪里。你们要我躲哪里？看见了吗？
在这高楼耸立的城市里，我寂寞如水。警官先生，你怎么不记录了？啊？您怎么不记录了？我不想为谎言而活着。哦，那谎言背后是什么？谎言背后，我们都是凶手。你们关心。
神呀，海神爷呀，海神爷也把我叫归分享三更。潘国爷，潘国爷呀！潘国爷，那时候王奎再次门时，你也听到的，求求你我做个主吧。小鬼，小鬼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做个主吧啊！你们都不理我，我只有死。
那年金榜高中言思。才反而万活生命才非情。菩萨子一点一情点他应怕着他，曾绿了的覆水难随愁自成。到那时公正廉明皆是家生，是受之。虚华，我与那张红成了同类。
请将无伤。李先生，那怎么又是你呀？是我。是谁叫你到这儿来找我的？家里的大人孩子没饭吃。啊，你到这儿来就有饭吃了。这是旅馆，不是粥厂。李先生，可家里可当的都当干净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要不然也不敢到这儿来麻烦你。哎呀，我跟你是亲戚啊，是好朋友，我欠你的，我从前占过你便宜，你这一趟一趟的，我走哪儿你跟哪儿。哎，你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李先生，您说哪儿的话呀？您说的这些呀，我都配不上。可是李先生，我在银行工作1个月就用您13来块钱，这银行辞了我无亲无故的，我到哪儿找工作去？这银行不要我呀，就等于不让我活着呀，李先生。啊，按照你这么说，银行用了你，就等于是跟你保了险啊，你就一辈子赖上银行的了。不，李先生，我知道银行待我不错，我不是不领情。可是您是没瞅见我那堆孩子，活蹦乱跳的孩子，他们都饿得直叫唤的。并且呀，这房租已经有1个半月都没有交了，这眼瞅着就没地儿住了。李先生，李先生呢？您是没瞅见我那堆孩子，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，我只能对着他们哭啊！哎呦，可谁叫你们一大堆一大堆的养呢？李先生呢？您看啊，我在银行工作，我总是天亮就上班，夜晚才回去，我一天干到晚的呀，李先生。哎呀，得了啊！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啊，安分守己的。但是现在市面萧条，经济恐慌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银行要裁员，要减薪。我并不是没有预先警告过你啊。是，可是李先生呢？这银行还盖了大楼，还添了新人呢。那你管不着，那是银行的政策，要繁荣市面。至于裁了你，又填了新人，我说，你在咱银行干了这么些年，你这点事故都不明白吗？我知道，我身后没人撑腰啊。那不就得了？可是我想着上天不负有心人，这苦干也许能弥补我这个缺点的，所以银行才留了你4、5年，不然你能干到现在？李先生，我求求您，您行好，好不好？您帮我跟潘经理说说，让他让我回来工作，再加一点工作，哪怕累一点，就是累死我。我也心甘情愿的，李先生。哎呀，这人真烦啊！经理会管你这样的事儿，你不想想啊？你们这种人呢，就这点毛病啊，总把自己看得太重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太自私。你不想想，人潘经理这么忙，会管你这种小事儿？不过也奇了怪了，
你在银行干了这么些年，就一点存续都没有？存续啊？1个月13来块钱养一大家子人，存续？我不是说你的薪水，那从薪水里捞不出油水来。我是说，你就没有从这别的地方捞到点好处？没有，我做事平心啊，李先生。哎，我说，你就没有从这笔墨纸张里得到点好处？哎，天地良心，李先生，你可以问树物流去。傻子啊，这时候讲良心了，哼，怪不得混成现在这样。行了啊，走吧，走吧。不是，李先生，您能不能再帮帮忙？您行行好。行了啊，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，走吧。李先生，我真的求求您了，您再帮我想想办法。我警告你，你再这么狗似的跟着我，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那就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行了，回去吧啊！回头一大堆太太小姐们进来，看见你在我这儿待着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好吧，李先生，实在是对不住您老人家了，这一趟一趟的麻烦您，那我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烦人劲儿！哎呀，可是您叫我上哪儿去啊？您叫我上哪儿去啊？我拉下脸来跟你说吧，我的女人都跟我散了，没有饭吃，她受不了这样的苦，她跟人跑了，家里只剩下3个孩子，他们都等着我要饭吃啊。我这身上还有病，一直的咳嗽。李先生，你让我上哪儿去？你让我上哪儿去啊？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！我不是不想周济你，是因为这个扇门啊，它不能开，我不能为了你破了先例吧？啊！我没有让您周济我，我就是希望您啊，给我找点事儿做。这个其实吧，啊，它这个里面的事情有很多啊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了。真的啊？第一，你可以拉洋车。李先生，我拉不动，医生说我这边的肺已经保不住了。哎，行了啊，你呀，你还可以到街上去要啊。我到底是个读过书的人，这有点儿，你还有点叫不出口，对吗？对。啊，那么你还有一条路啊，这条路最容易也最痛快，你呀，可以到人家家里去。您是说让我去？对，你说的对，你大声说出来嘛，这怕什么呀？偷啊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有钱的人就可以从别人手里大把的抢，你又没本事，你干嘛不能偷啊？其实我着急的时候也就这么想过。你也想过去偷？是啊，可是我怕呀，我不敢呢，李先生。你不敢是吧？啊，偷的胆儿都没有。那你叫我怎么办啊？你说你既没有好亲戚，你也没有好朋友，你还没有立得住的本事。行了，叫你要饭你要脸你不肯做，叫你拉洋车你没力气你不能做，叫你去偷你没胆你不敢做，你满肚子的天地良心仁义道德啊！你想凭你的老实安分就养活你的妻儿老小，可你连你自己老婆你都养不住，你就是个大废物！你还培养一大堆孩子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它就不是替你这样人预备的。哎，我说，你看见前面那座高楼了吗？啊，新华百货公司，13层的高楼啊！我看你呀，走这条路最为稳当。怎么走啊？我告诉你呀，你看啊，你呀，
先一层一层的爬上去。哎，到了顶高的那一层，你呢先跨过栏杆，然后往边上那么一站，哎，然后你只需要再向空、再向外迈那么一步，哎，这时候你也许还有点心跳啊，但就1秒钟，就1秒钟。你就再也不可怜了，你就再也不愁吃不愁穿喽。你是叫我顶好，顶好啊，顶好，滋，李先生啊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呀，李先生，李先生啊，你得让我活着呀！为了我那3个没了妈的孩子，我得活着呀！我的旺旺，我的小鱼，你们得让我活着呀！你们得让我活着呀！问题生寻踪，雨水红，茫茫生天要顺，江山手真应算，谁？陈公公，小女子她为何生生不客子，大清早的，你到御苑来做什么？母亲娘娘采花来了，公公你呢？奉万岁之意，到暖春宫去八爷王长城。哪里来的婴儿哭声？哎呀，公公，公公。墙原来脏，里面有埋藏这阴暗的泪里。你要细细讲。我要去走娘娘，公公，你千万不能上嘴啊！那你快说，我不管说，你快讲，我不能讲，公公，你才伤了我。难道此事与两国有关？
我唱，你可知是非多变，自忙了，到头来银河是问后一场。看子啊，是笑我把你迎进宫，你为臣我自强。看子啊，你夸夸将那真情讲，总算是天崩地裂，千难万险，与我城里替你来承担。吕娘娘何时将账和交付于你？李娘娘才是要我之他是何种遭遇了？但是误会是交到你身，东宫参应该从何而来？我不知具体。怎样东宫临残分娩，比我那员将士应儿？是啊。哎呀！这分明是李娘娘将生的婴儿，他那是当今的太子他是太子，西宫头死去了。什么才险些命丧于何水中央？你也是十月怀胎，生生不模样，还不能为虎作伥，上了天亮。破浪心肠，不知的谁不明真相，跟国光违背西宫雷娘娘。真理只有情能害死，小生你就不怕天理难容才遭殃。陈公公，你放开到我的心凉。旧太子恳求公公赦两方，为此民事难免到从天降，只要能救婴儿，到夫家生也无妨。只可你口着不闻外堂。
起分去两堂堂，趁着同志把手上扎子内，银眼长乱轻功为高全市长，九太子健康当，八爷王这好亲爱的王子呀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个军爷不老实。哎嘿，为君的我可是个老实人呐。其实老实人为啥经得点嘞？把一个姑娘儿从上看到下，你从下看到上，都是一样的人，你这个好看。邱大姐生得好看，为君的我爱看。怎么？我生的好看？好看，好看。你爱看？爱看，爱看。其实好看，你爱看，那你就我看。他倒大方得很呐。好，那我今天去看看。喂，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再看看。看多了我就不看了。啊，你看给的，你当看你们家祖宗啊？这，你来，你什么骂人呐？骂你，我想当你嘞。哦。为君的出事以来，我必真爱过他。记住，就打即要打，来，你就打上几下。
此次我别打你这个劣币呀！将身君你藏，不给银喜好人家，好人家。对人家不该推戴，还当花扭扭捏捏叫人爱，风流求财这还当花，你不亲，你藏。用水不起关地呀，过来过去用脚的，你看我，你风雷金秋去在哪？去在哪？为君的与你来我耍，不该教化人体下，为君的长剑忙拾起。邱大吉，来，今天来我与你唱，你不要与我出，到回去把你妈出去。不，风姐姐是一场，马尾希望不必他。凤姐，哎呀，凤姐，借凤姐为王去，诚心懂我不怕，趁你拔到天边去，真的王追你到天涯，为君的追你来了。哎呀，凤姐，哎呀，凤姐你等等，凤姐你等等，凤姐你等等。当君的强盗真可怕，美酒的大姐，我爱她。马尾希望将门呀，我不是强盗，我害怕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弟呀！八神宝的上气不接牙气的，大人嘴的，牙气不接上气的。我是说，你这个人把一个姑娘儿从前地追到后地，又从后地追到我房，
你想做啥？我是说你这样的一个人，你把一个靠各种节点叫到黑点，一种黑点叫到他的恶王，你想做啥？你追来吗？我叫来。你叫来，我追来。你追来。你叫来。你追来。你叫来。你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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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好，我追来。可没有追上啊！耶，追上了，我了得。要是追上了，我也不会把你这么样的。梦姬，你开门。不开，等我哥哥回来再开。他要是今天不回来呢？那我今天就不开。明天我不回来呢？明天也不开。这一辈子都不回来呢？一辈子都不开。好，我就在这里等上他一辈子。那你就在门外等他一辈子吧。哼，这个女子不开门，这便是哦。李龙兄啊，你回来啦！哎呀，你看你这妹妹呀，把我从节点叫到黑点，又从黑点叫到了他的我吧。哥哥在哪里？哥哥在哪里？哥哥在？哥哥在这里。你怎么冒到我卧房来了？还不快出去！我进来了就不出去了。你不出去，你不出去，我叫。你叫。喂，隔壁邻居、叔叔阿姨，你们快来呀！我往里进了走。这个女子大声喊叫，乡里乡亲说来，这便是哦。不免对她实说了吧。邱大姐，你可认识我？认得。你认得我是谁？你呀，你是你爹爹个孙子，哑巴个儿子。你妈把你生了来的，你妈既不领报道的，你是地痞流氓假文章，你是一个大坏蛋。哎呀，忘记我是当今的天子。啥虾？真的皇帝。你是皇帝？我是皇帝他妈嘞！你来看。背上去下了风毛无敌，身上露出炮棍喽。你看我前也是龙，后也是龙，左也是龙，右也是龙，浑身上下就要龙，就要龙。哎，你不是说这男女有别呀？哼！一生贫嘴比江神话，表示你寿命长。皇帝气势怎么样？早去看看你放心上。哎呀，母亲，你不晓得从哪里个城隍庙里推来个什毛皮，到这里冒充皇帝来的嘞！哎呀，母亲我再走一位啊，走一位，走一位。你出不出去？你敢当皇帝？你出不出去？母亲，皇帝生气可是要杀头的哦。